北边那个中山高速公路了，中山高速公路往右边了，要到那个新营休息站了，新营休息站了。这边江南平原的后壁那边，高铁了，高铁那个。也有那个啥农药，还有喷那个防腐兽的药，还有喷肥料的，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喷料的，然后再进去收割处理的，然后碾米厂，然后再卖米的，然后买米回来洗一洗，要有电锅，才能煮饭煮熟才能吃，还加一点油了。后来有了加一点什么，有了煮饭还加那个洋参呢，洋参补元气的，后来加当归补元气的，当归补血的，南中灸你中血精血，身体健康啊。